上廣州搭翻動車喺羅湖出發。喺呢邊搭就方便啲，去到廣州唔使搭翻轉頭，不過就冇乜人搭。到咗廣州東啦，出站就放低錢。出站。公園前站出咗嚟。第一站去食嘢，跟住去大佛寺。大佛寺食完嘢先再去。哦，食大鴿飯。12點嚟到，要等一張台。嚟咗上下九啦！哇，上下九沿途都靜英英，同北京路嗰邊爭好遠。你睇呢粒嘢幾得意，好大段嘅沙翁。要沙翁。買咩啊？買嚟到永慶坊啦！哇！間總屋都好大。有3年。係嘅。晚飯咧整2個叉燒包蝦餃。呢個引發蝦餃嚟講，新椒芒好食好多。蓮香樓嘅蝦餃正好多。